你很听到用念的嘛，第一句嘛，咱用念的啊，别人的性命，黄金哥保健，英语要怎讲 Others life 啊，is golden and silver 啊。哦，老师，哎，汤请歪，问对，哎对，健康健康哦。大姐，对。请问金酸茶佮互人讲做27啦，是啥物原因？哦，美秀这边是茶浓甲茶香的混润。哦，安怎？嘿，二是啥人嘛？是茶浓，也是茶香，也是7这边是茶浓，也是茶香，安尼才会讲会好就好啊。嘿，一定爱讲会好。啊，2加7啊，还有一声咧。够够一声，这就是爱偷偷仔讲，唔知这杀人的靠底下来。敢袂是摕去垃圾？对，我感觉我这边就是安尼，是。啊，那阿雄我这边呢，是甲大家介绍一个，这金酸茶吼，这个茶米的编号是2027啊。 2027，你拢算得出来？所以的编号是27尾，所以大家就叫伊27啦。哦，好，来2队请选择。来，到底是我还是阿雄呢？一边。哦，这紧呢。哦，你甲看者，即马拢听你啊。哦，康哥，你拢无讲话，你冲过。所以甲我讲是，伊可能有咧泡茶吧，哦，啊是有咧行茶点仔款。哎呦，茶点嘛袂甲你介绍茶药啊，这啦。茶点嘛介绍的拢是小姐。我咱来问这位小姐，看过小姐，你感觉你啥哪会选迄落编号的？因为咱茶有迄个冠军茶啦，嘿，所以那种什么时阵出的茶，所以用编号来取代这个茶编号。真正的哦，嘿好，啦，号码较好记啦。号码较好记。你要记叫迄记人的人名，有淡仔歹记。无唔对，这吼都还是问咱老师。我要找你是人命要创啦？我是要找点一排迄个哦，迄个几个，像7号哦，7的这哦。问是去什么店爱叫编号哈？啊，对，你这毋是讲茶店，哦，我不是俩零的哦。茶店甲茶点嘛是无共。后来老师正确的答案是，正确的答案是阿雄的茶叶的编号。好，金酸伊真正名叫做台茶12号，啊，毋过伊的编号是2027，所以咱叫做27啦。啊，因为拄则有讲到茶点嘛，吼，所以就是另外一种名称，大家毋要混唔着，叫做37啦，迄就真正是抽声的。所以咱证明现场老师是行茶店。老师，阮即摆拢证明你是行茶店的，毋是茶点嘛。伊是去食小食，是小吃啦。哎呦，对啦，伊就是去找小食啦吼。诶，太太唔通误会哦。无加点嘛也可以。咱即摆拢知影吼，坤哥甲咱的好党的吼，因两个伫友台有一个节目，合作一个新节目我是要来问者，哥，你对好党的，你会甘阿罗啊甘美无，还是甲教无？无，我这个节目的收视率遮悬，主要是伊的功劳。哎呦，因为吼，阮另外迄4个迄个主持人拢无效。哦，无咪咪，因较无主持的迄个经验，啊，伊已经有主持过来节目啦。对。啊，我即摆咧讲一寡笑话吼，伊会接袂着，伊边仔笑。啊，人伊好笑神嘛，伊笑起来好台，把迄个笑起来就好笑神，嘿，好笑神啦。啊，所以我感觉这个功劳爱好伊啦。无啦，你实在做谦虚的。是，其实好哥哥你。所以这题我一定会让你啦，吼。无你莫安尼啦。安尼节目较会精彩嘛。你家己安排。无啦，安尼我等下约袂出来，靠民主。较袂歹看。迄是我头一遍上国歌的节目啦。啊，我想咱再感谢伊，就是因为吼，迄当阵去比赛是，其实是基础。是。上界重要是伊伫访问的过程内底，伊想到讲，这讲的大头啊吼，听讲你英语老师吼，又叫你大头啊？嘿，你敢会晓迄个紧包银甲唱英语的？啊？哦。迄无简单的，你爱翻。阮老师你笑，阮老师是英文老师呢。是英文老师。对啊，今日唱但伊是点的名呢。是啊。南是版权，我今日就唱啊。对啊。所以你很听到。用念的嘛，第一句嘛，咱用念的啊，别人的性命，
黄金哥保健，英语要怎讲？ Others life 啊嘿，is golden and silver 啊。哦，老师，哎，汤蛙，请问对不？哎，对了，健康健康哦。大姐，对。啊，个汤蛙鸭叫替阮提嘛。要叫起报道嘛？汤嘿，你搞教呢？哎汤蛙鸭叫嘛汤蛙？Outside the window, 嘿， ，outside the window， 嘿 cry in 洗手米。你说明是啥物？因为我这句写袂出来，我去迄个健身房，为了这句安尼足艰苦的，我还要翕死你来迄个蒸汽室内底。想无我想讲啊，规气甲写日语的安尼啦。我这个角度看去，哦，啊你个安尼，啊目睭个微微做成坐轮椅呢，你有要紧无？你有要紧无我啦？这个三十个叫我吊一歌啊！不行，我啉酒啉到3更半暝，啊，这个采空哦，啊，我下家哦，哎，恁大家爱来听啊！阿姨哥哥麦克讲啊，麦克讲，节目进行要紧，今日我足紧张你嘞！马上叫阿吉哥哥来了，好啦，有机会啊！你莫安尼啦！好啦，咱先来去佚佗啦。好，小伟，今日要带咱去倒位佚佗？请甲咱讲出题目内底是咱台湾什么县、什么乡？哎哦，呦，什么关什么乡哦？好，来，咱请看。哎呦，你会啥啦？你会安怎？你是会安怎？我本来无要送的，你会一个，我无啥都袂送我想着廖俊甲碰碰，有种咱什么桃花乡啊，A 啊老弟 A， 花乡是啊，桃花乡到底是什么关？我都不知。了解这个所在。一期啊，是伊要回答，不是你要紧。好哥哥来，好哥哥你讲是什么关什么乡？坦白讲哦，我伫到即马杀好了，我阁唔知迄什么关什么乡哦。我丢你啊！你哪个要啊，说？你遐大声我惊到啊！啊！你真正是美国人穿西装。等下，敢若是当兵哦。哦哦，哦，溜溜啊哦，溜溜啊哦，当兵哦，哦。你因为你看到遮山嘛啊，侪丢啊水，嗯，你讲这个这个好嘿来，这个好假。我感觉就好嘅。你跟我讲过，伊就假你的。真是假咧。花莲关花莲关花莲关寿丰乡乡，哦，哦对我真有名。你今晚看老师，你互我一个眼神哦，若是怪怪，我即摆甲杀倒转来。我嘛是青叶，我嘛就搞假。妈呢，我这台甲蔡依德。而且看高雄人诶，啊，今仔这台都无。你西卡班的啊，你西卡班的。哎呦，哎，我咱想到你两个老的画面啦，两一人塞一台。本来较正经的对啦，啊是你讲你的答案是？花莲关寿丰乡。好，来老师，花莲关寿丰乡对唔对？会假表会假表。你无看拢是丢啊嘛，是不是？无会使继续去看落好，吼。你继续看，你就知影倒位啊。好，来，应该是台东。哎，唔是哦。啊？对啦，台东你看哦。哇，啊，金金城城武啊。武啊，人家甲你用，你无这看到？是韩国啦，我有看嘛，我系亚班女朋友嘛。韩国嘛，韩国什么关什么乡？金地恨你咧无？真正诶，我会讲哦，阮制作人哦，拄啊雄雄行出来，伊无甲钱送出去，伊真袂爽啦哎呦。你讲奇怪啊，这就隔壁，你拢讲唔知这啥做。年的时一个高囡仔咧。哦，哎呦我今摆已经这大汉了，哦，够赞。不要紧，咱请老师来解说，因为两边拢无啊。对啊。好，来老师，好，咱看遐济山，知影东部，哈是，看遐济稻啊，知影是一个有米的所在。花莲寿丰乡真正是因的米足有名。对啊，不过咱这个答案是台东县的地上乡。哦。地地上上啦，嘿啊，电动啦。嘿呀，对，啊，我今要解说是讲啥那叫做地上，因为伊迄两粒山，伊有形成一个迄个湖嘛，吼有，两粒山就是大比，毋是人是山。
所以就是老师我懂。你害我接袂落去。高雄人，咱高雄是有一个大比湖。对对对啊，所以伊迄比就是讲，迄内底有足侪鱼啊、虾啊，所以因遐地上的便当，除了米好食，鱼啊、虾啊拢家己使迄个过迄个竹排啊，啊，搁摕鱼壳啊去迄内底浮起来的，嘿啊，所以其实就是东部的米真好食啊。山嘛足水的，足侪粒山的。是不是？来，咱即马紧来看一下分数吼。好当的，塞到完的。对。你是吹落的。恁两个老的，恁两个老的先坐好啦吼，乖乖吼。好，我等下买米互恁食，啊，阮先甲分数报一下吼。好，啊，无冤家哦。好，咱来看一下分数，咱看咱坑价。坑价即马分数11000。哦，啊，那咱合价嘞。 8000。哦，好，唔通冤家，唔通有冤家。机会无？哎呀，无机会，等下还有机会。所以伊迄唔对，我嘛无加分就对了。对，拢无无。嘿，阮这足严啊无咧的。好，无，后一回合搁有啊，免第三回合。嘿，两个唔通冤家，唔通冤别啦别啦。好，今日咧第三回。来，好，我甲在我无对。哎，等下我问一下哦，一般是上济钱的吗？上济15000。够15000哦，足补的。哎呀，你要先算掉啦。哎，迄个麻烦你问好，到啦。来，你有什么意见？要甲你对太啊！嘿啊，先好，先的奖金有偌济？哇！拼咧！第二大奖12000。大富贵啦！小等已经第二届啊！哎呦啊！明仔就好去登记啊啦。来哦。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台东的三仙台最有名的，三仙台讲的是吕洞宾甲倒两个新鲜的。好，来，你有10秒时间。这题应该真简单啦，吼。嘿啦，足简单的啊。你敢爱过演？不是我无你的，我真正唔知。哎呦，哦，我袂歹，上尾啊2秒嘿。嘿，这个先吼，嘿咱的迄个新闻亭沈哥啊，伊有唱到三珍台嘛，对啊，台东嘛。不过伊无甲三针写出来，你无写，伊敢若写红桃树三仙台。啊，你是要求救，还是要 call out？拢袂当啊 call now 啊！可怜呐！啊，你也有那种叫做可笑啦。对啊，较早的益智节目可以当求救。对，卡住你嘛。记得2秒，两秒这个呀，时间差不多啊。是三仙嘛，三仙嘛。啊，吕洞宾扣掉，有一个吕洞宾嘛。对啊，7个选2个尔，袂歹啦。这先你知影嘛吼？你落车，你落车无？你连车无付钱，你落车。铁拐李，来伊安怎讲？屁快你，铁拐李，我两个拢有熟悉。阮遐叫做李托怪啊。李托怪，你都怪啊，你都怪。你都怪。啊，搁一个。啊，搁有韩湘子、曹国舅，迄个何仙姑，迄个蓝采和。拿彩盒，你确定啊？李托怪跟拿彩和。嘿，确定哦。韩雄柱啦，要看医生无？韩雄柱，你即马讲话甘难甘后难。来你的答案是李托怪甲韩湘子，对不对？对。后来李托怪甲韩湘子，对不对？迄三个岛本地是甲迄个台湾岛联做伙，毋过后来就是海一直死吼。啊，因为伊迄山就是3粒安尼吼，所以就是讲李洞宾嘛，就咱讲的神工作吼。啊，过来是李李铁怪，毋过咱台语就是李托怪，还是铁怪李拢会使。伊顾一寡铁枪，搁一寡乞食，吼，所以铁啊，搁怪啊安尼吼。过来。最后一个是何仙姑，你看啦，你头拄有讲到呢。就甲你讲安尼，伊有甲你讲，你知无？伊有甲你讲安尼，你都有甲我讲伊拄啊，嘿啦，我伊拄啊讲最有一个安尼。近啦，嘿啦，啊，毋过我嘛有白讲的。